报道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漏字第42集206条。咱闲来啉一杯就是我们晚上来喝一杯啦这专指在喝酒了下面有4字要互咱选第一字饮，饮食的饮；第二啉；第三下；第四字干。207条，我的手去掼着我的手扭到了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叫做拐，拐仔的拐第二掼，第三绕还是扭，第四字转。208条，翘脚捻喙鬚，就是一边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，一边用手拦着胡须有悠闲自在的样子，就是形容怡然享乐的样子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兄咱兄茶的兄，第二练，第三字念，第四字念，念香的念，还是讲捏两个镜头去捏安尼209条，水车倒就水打翻了。下面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车这火车头的车，第二车，第三车，第四字车车啦，读作车车爷的车嘛210条，暗时8点左右，社区车粪扫的阿伯就会来，就是社区清运垃圾的阿婆就会到来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念作车第二读作车，第三字读作车车爷的车，第四字读作运动的运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